法定假日撞正星期日休息日，姐姐想連續放2日假，僱主應該點做至合情合法？咦，姐姐平時星期日放假，今次撞正重陽節，咁咪要俾佢放多日假？但係聽日冇人喺屋企睇住 BB 喎，點算好啊？姐姐，我嗰日要 OT 啊，你可唔可以之後先再放假？但 Mom，我一早約咗 friend，都想連住放喎。大家好，我係日日幫嘅阿 Day。精明嘅僱主一定要清楚僱傭權益嘅界線。根據僱傭條例簡明指南第4章，當法定假日撞正休息日，僱主一定要安排補假。不過法例冇硬性規定補假一定要喺第日。我哋建議僱主盡早同姐姐夾。如果想姐姐喺假期開工，僱主記得最少喺48小時前同姐姐溝通好，並喺法定假日前後60日內補返1日。唔係嘅話，姐姐有權拒絕僱主嘅要求。順帶一提，千祈唔好諗住拎錢買假，就算姐姐接受，都屬於犯法。只要提早同姐姐夾定日子，一定可以有兩全其美嘅安排。今日嘅僱傭教室講住咁多先，下次繼續同大家講解僱傭權益嘅界線。如果中意我哋條片嘅話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，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。日日幫會將條例生活化，變成一系列嘅 videos， 幫大家認識僱傭權益，同姐姐建立良好關係。想睇更加多詳細嘅資訊，可以去我哋網站 www.daydayhelp.com。下次見，拜拜。